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Lisa 来吐槽，我是 Lisa。咱阁有一阵仔无来吐槽啊，因为拢找无好的题材会当来吐。拄好，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，就是咱台湾的卫福部长许瑞元在演讲的时阵讲到一句：你也去立法院吼，什么死人骨头都有啦，什么死人骨头都有啦。就是因为即句立法院啥物死人骨头拢有去，互哪个立委争着会当徛空的机会去批评死部长。因感觉部长讲立法院啥物死人骨头拢有是咧侮辱伊，我感觉莫名其妙，所以今日特别来甲因吐一下。娃娃 TV 讲台语，先来甲大家教一下。死人骨头这4个字，毋是咧讲死人，嘛毋是咧讲骨头，更加毋是咧讲死去的人的骨头，嘛毋是咧讲毛仔布。死人骨头嘛无骂人的意思，伫一般台语家庭就定定用会到。阮家就是，所以我对这个词算是解释。死人骨头是用来比喻有足侪物件、材料、代志等等的。举几个例来互大家看，亲像咱讲，伊啥物死人骨头拢食。并毋是讲伊会食人哦，安尼就介恐怖啊哦！咱讲一个人啥物死人骨头拢食，是咧讲即个人真好喙斗，啥物物件拢食，毋管好食也是歹食，只要会食一，伊拢会食的意思。再来亲像咱讲，即马网络真方便，啥物死人骨头拢买会着，这并毋是咧讲网络有咧卖死人骨头，就算有，想要买啊？即句话意思是咧讲网络顶悬啥物拢有，啥物拢买会着的意思。佮有亲像咱讲一个人，啥物死人骨头拢会晓修理，这并毋是咧讲即个人会晓修理死人的骨头，就毋是遗体复原师咧。即句的意思是咧讲即个人足厉害，啥物物件拢会晓修理的意思。咱讲转来，死部长讲的，立法院啥物死人骨头拢有的即句话，伊死人骨头后壁无藏名词，所以若无听完伊完整的一段话，是无可能会当理解伊真正的意思的。伊有可能是咧讲立法院内底啥物拢有。亲像有面粉、水球、猪仔的内脏，嘛有可能是咧讲立法院内底啥物奇奇怪怪的议题拢有。其实我看新闻，部长本人就讲，伊讲的死人骨头，就是咧讲立法院内底的议题有足侪款的意思啊。所在立委林维洲就讲，就算是咧讲议题，用死人骨头嘛是负面的。我敢若会当讲，伊真正毋捌台语。当讲今日咱讲行，咱来食自助餐，遐啥物死人骨头拢有，这敢嘛是负面的。自助餐真好食啊，而且物件济，会当家己拣家己爱食的。好啦，咱退一万步来讲，就算今日部长讲的死人骨头是咧讲立法院啥物死人骨头立委拢有，虽然一般无人会安尼讲啦，死人骨头一般是咧形容物件代志的。就算部长真正是这个意思，安尼其实嘛无咧骂因啊。即句话的意思用白话来讲，是咧讲啥物款的立委拢有，亲像有认真拍拼的立委，有各方专业的立委，有落跑来做立委的立委，有干那领薪水煞无要做代志的立委，佮有手会去后门验一个单位的立委。咱台湾的立委有百几个，无可能干那一款型尔嘛，对无？所以为遮个例来看，咱会当知影死人骨头根本就毋是咧骂人的，何况部长根本就无点名也是点动，所以我毋知影遐人到底是咧受气啥。无否认家己认为，因着亲像死人共款，伫立法院内底，啥物拢无做，啥物拢无咧做，干那骗选票尔。那假使是安尼我嘛无法度，应该伫心内有鬼，听啥物话拢会感觉人是咧甲因骂，可能啦。好啦，咱今仔日就吐到这，即马大家应该拢知影死人骨头是啥物意思，会当安怎用啊吼，莫个误唔对去啊哦。我是 Lisa， 今仔影片就到这，喜欢我影片，为了要即马市场该分享出去，也要电话观众朋友，还未支持其他电话，你还会选动按下就是下面通知哦。另外，YT 赛会这都已经开始了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给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，Lisa 冇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 follow 起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后一个节目再会。